今日嘅主角爽滑牛三星，啲牛三星我夠膽話，廣州第一。你真係咁夠膽？係啊 Anchor 冇甩拖，呢次帶大家嚟到大班美食店，睇到牌面就知道好犀利啦。首先出場嘅梗係今日嘅主角牛三星啦，仲有雙丸麵，仲有我最愛嘅窩蛋牛肉煲仔飯。俾你食先。第一次食牛三星嗰時真係唔知係入邊係咩嚟，但係之後上網查咗先知道係啲牛心啊、牛腰啊、牛肺啊，所以要食落去好滑。白灼三星嘅軟粉爽滑嘅口感真係令到你停唔到口。哇！一個咁靚嘅窩蛋牛肉飯，點少得一個識得爆漿嘅流心蛋？呢塊牛肉真係好嫩滑啊！啲米飯吸收咗蛋液同牛肉嘅香氣，真係令到你停唔到口。最後呢啖飯焦冇得頂，又係光盤嘅一日。海蛋喎！回來高中母校了。呢次真冇甩拖啦，下次再會。